融合美酒與美食嘅年度盛會香港美酒佳肴巡禮今個月強勢回歸，我哋 Becca's Fine Wine 又再次參與呢次盛事，再次同大家一齊開懷暢飲，品嚐不同美酒。記住係今個星期4至日，由10月23至26日，而地點會喺中環海濱活動空間。我哋參展位置咧會喺 B 區嘅 B908，我哋將為你帶嚟一場令人難以忘懷嘅試酒之旅。今次香港美酒佳肴巡禮開創一個新玩意，將多款美食同埋佳釀用5種常見葡萄品種配對唔同風味美食，名為美國配對。我哋今次介紹嘅5款名莊酒有4款法國葡萄酒都係赤霞珠 Cabernet Sauvignon 為主，而另外一支香檳呢係用黑皮諾 Pinot Noir。呢幾款葡萄酒因為強勁酒體同埋濃郁果香味，能夠襯托出鹹香食物，例如紅肉啊、芝士啊、香腸或者火腿等，係完美配搭。我哋主打嘅名莊酒包括2008年呢都夏美龍莊園紅葡萄酒 Chateau Du Hartmeilen Rothschild，2020年靚雅白酒莊紅葡萄酒 Chateau Lynch Bages，2014年大堡酒莊紅葡萄酒 Chateau Talbot，2014年波爾多5級莊園單公仔 Chateau d'Armilhac 及馬日香檳酒莊黑皮諾陽白香檳 Champagne Meili Grand Cru Blanc de Nours， 仲有其他唔同國家酒款俾你品嚐。期待喺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同你相見，等緊你嚟飲翻杯。多謝大家收睇 HK Bacchus 頻道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葡萄酒。唔好唔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按鐘仔俾我哋啊！